咱身边的照顾咱，咱来关顾来。即时来唱新圣诗232首。我心俄罗主，我心俄罗主，俄罗上主性命。我心俄罗主，伊带我到永远。请大家做伙大声来俄罗咱的手。我心俄罗主，俄罗上主性命。我心俄罗主，伊带我到永。来，咱做伙来唱《我心俄罗主》。我心俄罗主，俄罗上主性命。我心俄罗主，伊带我到永远。我心俄罗主。是咱开始要今日的敬拜，宣调。摇花，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同日听候你。这是咱要请敬拜团用俄罗的歌来调见，带咱调好的调见上帝。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敬拜，我们能够用
这首全新的生命来敬拜，我们可以先坐着唱，待会再站立来唱。这是上礼拜我们学的新歌。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长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战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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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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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们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人。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宣告。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缠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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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感谢主，我们可以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咱这些当咱三个起立，咱用台语圣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咱继续来学乐上帝。
你我救主应当面前，大家欢喜欢喜和平。主你听他的大无比，阮的心是来感谢你。着主对伊脚步，大家真正来行天路，无论经过哪项代志，常常帮助安慰夫妻。愿我救主吹遍我心，在我听你日日我心，将我生命献给你耶，报答我主给大恩情，主你甘甜，看无家己。我心的口，你生清气，你好我有，愿学来行，正做一体，大家相听，求救主为我牧者，带我经过。亲客空野，兄弟姊妹才做一体，大家同行天路无偏，日日交陪，若有若亲，好歹敬有，三条无尽。把我献歌，为你上帝，你这无路，你到万世。感谢主，咱继续听你。是咱犹原起来，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恁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下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校。阮的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尽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我要请大家甲我三角来交读启应。咱今日要交读启应的是启应文伫旧圣诗启应文第38篇。请大家甲我做来启，你来启，我来启，你来用。我说诗会讲人甲天神的言语。我说诗做先知，明白。我说书有招庇的信，到夜来移山。我说书尽所有的来种栽，搁说使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高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我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凡事永远仁爱永远无要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
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搭对镜得看，无无明。我搭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就是我要请大家甲我同心来祈祷。我伫天父爸，阮感谢你，搁一届因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三甲主席伫遮来敬拜阿罗你。也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个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伫即礼拜中，无论拄着啥物的代志，你拢行互阮平安顺遂的经过。阮也感谢主你赏赐阮满满的恩典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享受着平安甲快乐的日子。阮今日嘛要来学罗你，感谢你，愿阮今日所有的敬拜、所有的学罗，拢诚侪你所欢喜的。阮的天父爸，你知阮是微小的，阮的肉体是土沙，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听阮软弱的祈祷。求你医治阮遮有罪的人，医治阮心神甲肉体，互阮有勇壮身躯甲健全的心灵来面对主你所为阮安排的每一工。互阮伫勇壮的时，阮会晓来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活命的日，有喙来保养你的命。互阮伫艰苦痛苦的时，嘛会当感谢你，因为阮会当求救你，欢喜听候主你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求你教示阮学习你的模样，搁较明白你的旨意，以你的观点来看事物，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办理你所交托阮的事工，互阮彼此相听，互相接纳，互相伫一同伫主的爱听内面建立一个水听的团契。亲爱的主啊，求你建设我，互阮成做你福音的出口，互阮互更较侪迷失的灵魂，因为阮的所好所行，感受到感受主你对应的疼，互接受你、信靠你的人会当经历搁活的生命。阮也伫今日求主你甲阮的敬拜做伙，互阮的心主你来拍开，互福牧师成做你今日的出口，用主你的道路来教示阮。这一切荣耀甲学乐拢归乎你。阮安尼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是咱的放纵团来学乐上帝，今日要唱的这条歌是《凡啊有人忧闷上悲》，咱请放纵团。
咱真感谢帮中团为咱唱的这条歌。凡若有人忧闷悲伤的事，我想这条歌大家拢真熟，真细汉唱到大汉。真感谢主，咱有一个福分，会当伫遮甲主做伙。因为凡若忧闷悲伤的事，敢若这条歌所讲的，咱有愿望，咱有梦想，毋是伫地里，是伫天里。即时咱要来讲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所讲的一段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2章的第11节。罗马书第12章的11节安尼讲：论阮群毋通贫惰，论心志着热热，论主着服侍。即是咱要请咱的科牧师来讲道，伊今日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火热，咱请科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头前有条啊，真袂惯势。好，因为阮的教会吼，民权教会伫倒位大家敢知影？毋是民权东路嘛，是毋是民权西路？吼，是伫大坪林、大坪林啦。吼，所以我今日坐捷运吼。坐到南京复兴啊，走路过来这里这样吼，啊算讲无介远啦吼，嘿啊实在是真有特别的即个意图啦吼，就是吼我若是文字传到奉献主日啊，若是这种高网港台吼，我拢甲主办单位说可以让我到远一点的教会去嘛吼，因为通常都是4周的教会换吼，已经都看很熟悉了吼啊，所以教会广播社就甲我摆咱教会安尼，啊，我是头一遍来啦吼，啊，所以我来，我以爱到无共款的教会，就是会当看到无共款的教会的即个文化安尼啦吼。啊，忘记了我要讲华语对不对？对，我要讲华语，对不起吼。好吼，拢会通我知影吼，因为咱金丝就是台语啦吼，咱金丝就是台语安尼吼。啊，觉得我们教会挺有活力的啦吼。啊，总是我先讲啦，阮教会吼，我们教会吼那个10楼吼，那个时候是买法拍屋，然后呢是那个建设公司，所以呢我们大概这么大小的一个屋子，可是没有柱子，好，那个建设公司把柱子都移掉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啦，因为我们平常大概都会被柱子挡到这样啦吼啊，但是柱子不是重点这样吼，重点就是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吼。那我刚讲了，我在民权教会牧会，我大概已经10几年11年哈，在那边了哈，在那边我从那个研3的时候，然后去实习哈，我带诗班，然后传道3年，然后封牧哈，到明年就是大概2任哈这样子，好哈，然后呢，我们是中兴教会对不对？啊，那你们知道台北中会也有一个中兴教会吗？有哈，像我们民权教会啊，在马纳下乡也有一个民权教会，那个是原住民的教会哈，那是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好哈，那台北中会的中兴教会呢是在中兴路2段。好啊，那为什么我们叫中兴教会？因为以前是中兴大学嘛，最大的地标，所以我们当然叫做中兴教会。那我们的母会是三重埔教会，对不对？哦，我今天终于找到一个答案了，因为我的太太牧师娘呢，她是三重埔教会的，好，她是三重埔，她有一次说，她有跟我讲说，是招人牧师退休的时候，推人来退休，好，或者是我们30周年的时候呢，来献诗这样，然后她就被那个阶梯绊到了，好，她就跟我讲，那个被阶梯绊到很丢脸这样哈。哦，终于我们有个小小的阶梯，好，要小心一点，这样吼。好吼，那我觉得啦，不管是我们七星中会的中兴教会，其实我们教会也曾经搬到那个中兴路哦，吼。我们一开始在民权路上面，租房子，然后做布道所，好，然后1年之后我们就就是自己买了教会，好。然后在那边聚会，后来才搬到北新路哈。那个中兴教会那时候搬到北新路的时候，本来是要找牧师馆的，后来就买大了一点，所以把教会搬过来。所以中兴路呢2段呢中兴路我们是在中兴路3段，就是变成那个世新大学，那时候是世新啦哈，那个是五专的那个学院这样就租给他们就是可以有一点收入因为刚开始教会刚开始都不是那么样的
富裕啦哈，所以就是还是要那个不断的那个扩张财源这样吼。好啊，那我觉得啊，不管是哪一间教会，我觉得教会的存在都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哈，都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哈。然后呢，传福音有很多方式啦，哈，传福音有很多方式，像我们3年多前有那个成立那个社区关怀据点这样哈，那个是我们明年后年之后要做的事情了哈。我们在10楼哈要做社区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哈，不像我们1、2、3、4楼加盖哈，就是做社区工真的是太方便了哈，真的是太方便了哈。好哈，那有一种传道方式呢很特别，叫做文字传道哈。那以前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现在都直接改成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好，标记出这个教会公报社他们做的那个文字哈，他们的有人帮我按了对不对？还是我不小心按到了？哦，你按吗？好，谢谢。好，来，这个我要按，因为我不熟他。好，这个是教会公报社的那个。教会公报的那个他们的事工啦，哈，他们的事工，他们从1881年就开始了哈，然后呢，一开始是台湾府城哈，台湾府城教会报，好，到后来才变成台湾教会公报这样哈，然后呢，曾经有2次被停刊，那他们现在做的就是有做更新周刊，我们没有加周报对不对？对，没有加周报，但是更新周刊哈，是1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啦哈，它是一个非常福音性的一个刊物哈，那可以成为周围人的帮助哈。我们教会会有人拿去街头发，然后也有台湾教会公报哈，那1个礼拜发行11000份的哈，可以透过台湾教会公报呢，然后让我们知道教会的消息，也可以让我们培养信徒的灵性。那当然还有新眼光读经手册，这是我们教会现在在用的啦哈。那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新眼光读经的进度在读经，好，在读经。那我们祷告会也是用那个每周新眼光在用这样哈。那每一期会发行4万本哈，然后呢也出版的少年新眼光。另外呢，如果说你善用网站的话，就是 TCNN 新闻网哈，新闻网这样哈。然后呢还有充满我，像我现在也是每天都要写充满我哈。然后我们长职呢，有写那个读经，就是灵修分享哈。每个长子轮流写，然后呢，我就每天写这样哈。我们在群组里面就是分享这样哈。那我也要求会友，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只有10个人啦哈，在写圣经充满我这样然后所以呢，真的是希望哈，他们做很多事情，然后经费很欠缺，好，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奉献，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奉献的，就像箴言19章17节所说的，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一样哈。我讲话的速度会太快吗？有一点哈。好，公开版呢，这是什么？百香果对不对？为什么它叫百香果？为什么？除了叫百香果之外，还有人叫它什么？喜芥果。为什么叫做喜芥果？因为喜芥就是日文的土鸡，就是时钟还是表啊，叫做喜芥。吼为什么伊亲像喜芥？看迄花，看那个花像不像一个时钟？像时钟，所以它是时钟花节的果，叫做时钟果，这样知道吗？所以叫做 toke， 好，这个实际喜芥果啦，这是从日文来的哈，从日文来的哈。好哈，当然它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名字啦哈，它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名字哈，因为它的花真的看起来像一个时钟，对不对？好看一个时钟哈，看起来像一个时钟啦哈。那我是念，我的专业是日文哈，我是日文老师啦哈，在去读神院之前，我就在教日文了哈。它的原文叫做passion fruit，passion fruit 好，所以就是 passion fruits，passion fruits 来多念几次 passion， 是不是就变成了百香了？我强烈怀疑是这样来的，所以百香果就是从英文换成日文，然后再换成中文。好你要讲台语的话，就是喜芥果，好，西番莲果，丁丁啦，吼。还有鸡卵果，拢是伊的名，总是咱今嘛拢讲以后做百香果，对不对？你讲也讲不出台语吧？好，你说我要买百香果这样吼，现在百香果挺贵的，对不对？一颗10块、20块，吼这样子。好吼，所以伊就是对 passion fruits， 好 passion fruits 来吼，做百香果吼。好所以咱看这个花吼，确实亲像一个时钟对不？
唔知你对这个花有什么感觉？好，因为有人有人认为它像是主耶稣的受难。好，有人看到这个花就说他是主耶稣的受难。这个人是谁呢？是400多年前一个宣教师，他要去南非宣教的时候呢，在路上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花，然后呢，他就会有联想。日本人联想的是时钟，但是呢，这个人联想的，这个宣教士联想的是什么？是十字架上牺牲的耶稣基督。好，他想到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要拯救我们，所以他甘愿为我们受难。也因为这样，这个花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 Passion Flower， 翻译叫做受难花。其实这个花不叫百香果花，叫做受难花。好，受难花。好，他就想说啊，我要去传福音给这些未信主的原住民。我希望我去了，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这个救恩，能够来信主，能够来信主。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柱头，好，有雄雌蕊，有子房柱，有附花冠，他就想到了，好，这个子房柱就是十字架，柱头是钉子，副冠是那个荆棘冠冕，然后花瓣是跟花萼呢是门徒，好，有10个花瓣跟花代表门徒，然后它是卷须的。就是像鞭子一样，他的联想力实在是很丰富。但是我觉得他会这样想，是因为他对他的信仰很有热情，他整个心思意念，他也想明也想所想的东西团到因，好，所以一心术意量都投入在这个信仰当中。所以看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很自然跟他的看重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好，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觉得主耶稣的那个救赎恩典，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深刻的经历，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好，而且呢，他想到他目前的目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传福音，所以呢，他才会有说这个花是受难花，是跟耶稣受难联想在一起。好，联想在一起。那这位宣教师实在是很伟大哈。也因为他的缘故呢，变成了 Passion Flower 哈。变成 Passion Fruits， 变成我们现在的百香果吼。所以啊，要问大家，我们对于看到这样的花，你会有什么样的联想？如果说我们对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在意的，然后呢，你的心是冷淡的，就算拿到你的面前，你可能也没有任何感觉。好，你连看都不想看，你更不可能有别的联想的吼。那我除了教日文之外呢，其实我毕业之后，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当完兵之后，我很喜欢翻译，我本来是要做翻译哈，可是那个书赚得很少哈，无法维生，所以我就很冒险去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做什么事吗？我去开了花店，我想说开了花店，反正不行就收起来，没有想到开了6年这样，所以今天教会的花是我插的。这个不是这个，我们教会的花，我们交换讲台，我们教会的花呢，是我们教会的其实今天公报社的那个主角是我们教会的前任牧师郑宪仁牧师，他退休了，然后呢，以他妈妈当做主角，好，然后邀请他回来他的母会，他的教会讲道这样哈。他讲感恩的心，好，就是有不是有10个麻风病人吗？有10个麻风病人，然后求耶稣医治嘛。耶稣医治他之后，只有一个回来说谢，对不对？感恩，对不对？那个人特别的有趣，他是撒玛利亚人，好，其他9个人是犹太人，但是就偏偏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上帝。好，所以呢，我插了一个花很有趣哈，我去买了10根萝卜。白萝卜，我把它当成是10个人这样吼啊，萝卜比较不好表现，好，所以我本来要买向日葵，后来我买了鸡冠花，我买到的鸡冠花是橘黄色的，但是我要表现它的不同，所以呢，我在想我要把它染色这样好，但我还用了一个素材，就是甜椒，我买了9颗黄色甜椒跟1颗红色的甜椒。我的插花呢，因为我要挑战自己，所以我的插花一定要有蔬菜跟水果这样。所以呢，感恩的心，它的主题是感恩心，我做了一个心，
用线捆哈，然后我想把它染成红色的，我用白色的麻线捆成心状，然后要染成红色，我就想我要用什么样的什么素材去染。本来想到那个化学的那个就是食用的染料这样，好，食用的染料哈，那是可以。刚刚我红色用完了，我想那买昂灰沟好了，知道昂灰沟吗？昂灰沟很好用嘛哈，做那个叫什么？可以染色这样哈。昂菇 gay 的时候可以用。你知道后来用了什么吗？我用了甜菜根，好，甜菜根，然后加热，然后加的醋，跟大家分享是我第一次实验哈。因为一把的那个鸡冠花，你要把其中一朵染成红色的，你就不知道那个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样哈。但是呢，感谢主，它成功了哈，就有9支的那个黄色的鸡冠花，有一支呢是红色的哈。我希望透过这个花呢来表达这个牧师他要表达的主题就是感恩的人居然只有一个，好，也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感恩的人，而不是那9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哈。其实我在想不感恩其实也不一定不感恩啊，只是他没有回来，或许有其他的因素拦阻这样然后好那我们回归正题啦哈，回归正题哈。所以其实我对花是很敏感的啦哈，我只要经过路上都会看有什么样的花，这个就是有热情哈带出来的不同的结果。如果你对花无视的话，那你就会觉得黑啊不现，对不对？你们有感恩今天插花的人吗？他很棒，他只用一个色系，好，他只用了一个色系来表达，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也是很不容易插座的事情，因为它总是很不明显这样，哈，它总是很不明显这样。OK， 好，所以谢谢这个插花的姐妹。好，就是这样。我们刚刚讲到 passion flower， 好 ，passion flower， 刚讲了 passion 有2个意思哈，我们比较知道的是热情，好，比较知道是热情，像我们那个棒中团，对不对？超有热情的，哈，敲，好，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那个节奏啦，哈，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这样，哈，好，那 passion 就是热情，那刚刚也讲了 passion 也有另外意思是受难，好，另外一个意思是受难，哈，所以10年前有一部电影，哈，叫做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知道吗？有看过这个影片吗？好，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基督的受难。好，原文是基督的受难呢。因为我是做翻译的，所以很在意他的翻译哈。中国香港跟我们台湾上映的那个片名是不一样的。我们台湾的翻译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台湾的翻译是什么？受难记最后的激情。受难记最后的激情，好，他的故事就讲耶稣在受难之前，在死之前的12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好，那个事情不是事情，是很痛苦的经历，很痛苦的经历，不好意思，我讲一下那个受难周，我的插花呢，就是去野外要做荆棘冠冕，对不对？要怎么样做荆棘冠冕？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就是去偷摘那个9重葛，因为要老的9重葛，你们家有种9重葛吗？才有刺。好，我就趁着四下无人，在野外就摘了2、3根，扎成一个那个荆棘冠冕。我在扎的时候都手都会被刺到，所以，那个是耶稣12个小时死之前的那个很痛苦的经历，把你带上去，然后嘲笑你，这是很不容易的事，那我为什么说我们的翻译最好？因为呢，他把 patient 的2个意思都翻出来的。好，讲到主的受难，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讲到主的激情。好，最后的激情嘛，受难记最后的激情，那个激情就是热情。那我觉得他翻的激情是更棒的，因为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受那么大的痛苦，受那么多的折磨，甚至是十字架的苦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很痛苦的事。你们知道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苦刑吗？最痛苦在什么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折磨了多久才死？3个小时。好，他被钉之后，当然这个痛楚不用说，最痛的地方是呼吸，因为会喘不过气来。如果你是肺积水的话，就像溺水一样，肺积水是很痛苦的一个病症。
钉十字架跟肺积水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呼吸，你沉下去的时候，为了要呼吸活下去，你又要把自己身体挺上来才能呼吸。当你一挺上来的时候，你的手跟脚都会被拉扯一次，所以那个痛苦是一直不断的循环重复的。所以呢，他只有罪大恶极的人，还有叛国贼才会去钉十字架。好，耶稣就是这样被钉十字架的。好，那为什么他甘愿为我们受这样的苦刑，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因为他爱我们。好，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呢，激烈到一个程度呢，就变成一种热情。好，热情就成为他表达爱的一种方式，然后呢，也变成他对我们的态度。好，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种热情，是一种满怀火热的爱，所以爱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他的甘愿。我觉得也是他最后会选择的一条路，那我们今天看的是罗马书11章很短的一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的作者是谁？保罗嘛，对不对？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那我们来看他的经历，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派的人，对不对？说他是法利赛派，表示他是很敬虔的人他是学识丰富的人。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去大马色是要去抓基督徒，把他们关起来嘛，对不对？可是他就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呢，亲身遇见了主。考考你们，保罗他去大马色是骑马还是走路？真的好或许是走路，或许是骑马。为什么我会说是骑马？因为很多的名画都是画他摔下马这样可是圣经上面看不出来走路光照都是他趴在地上嘛，对不对？那趴可能是走路比较不可能是像摔这样但是有人说他是骑马，有人说是走路因为走路挺远的好他在那个时候遇见主之后呢，他的生命就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他就从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派的犹太教徒，变成一个充满热情、用火热的心在传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体会到，也可以看到他对传基督、对传福音的热情。他看重福音事工胜于看重自己的生命。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学像基督。他一生努力的目标是可以成为主的仆人，成为主的工人，让主来使用。什么叫做主的仆人？主的仆人就是主是主人，他是工人他是仆人工人代表什么意思？工人代表很殷勤在工作，叫工人这个很重要。我们都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对不对？主耶稣是咱的救主，对不？救主英文要怎么讲 ？Savior， 对不对？然后 Jesus our Lord， 对不对？是咱的救主嘛，是咱的主那个 Lord 就是主人，所以咱是伊的奴仆，然后所以他就努力做主的仆人，然后学主的模范，像基督爱世人一样，他也为了基督的缘故，愿意放下一切，然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知道保罗怎么死的吗？钉十字架死的吗？是吗？不是，为什么？他被砍头的，他为什么不能钉十字架？他为什么不能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是罗马公民，他不能够钉十字架所以那个十字架确实是一个苦刑跟羞辱的记号。这样他身心受折磨、受压制、受逼迫、受各样的苦难，可是他对信仰的热忱跟火热呢，让他就甘愿忍受这个痛苦。为了主的缘故，他就欢喜做甘愿受。这就是军队主的人真正的基督徒因的心灵的状态，因对你信仰的态度是心火热，是充满热情的。好像对信仰的态度是充满热情的，是内心很火热的。好，接着是要问大家，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真心爱主，对信仰充满热情呢？有人摇头，对不对？
其实我也在摇头哈，并不是哈。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启示录呢有记载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主对7间教会的称赞跟责备。好，有7间教会，好，7间教会啊，最后一间呢是老底嘉教会。好，这一间教会很特别，因为呢主都会称赞一下，然后提出指正，好，指正，然后责备一下。这个教会呢是唯一没有受到任何称赞的教会。好，他的信启示录这样写，好，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我念一下台语。我知你的所做，你是无冷无热，我愿你或是冷或是热。你既然是拿润烧，唔正热唔正冷，我要吐你出我的嘴。拿润烧是什么？就是拿润烧，好温温啦吼。嘿，我唔知影拿润烧是什么意思，伊从来唔捌出现伫我的讲话中间啦吼。啊，对读圣经在讲迄种拿润烧。拉论修啦吼是什么吼？啊，恁拢知影对不？恁就搞的啦吼。好吼啊，我们就看见呐、老底嘉教会吼被主讲成这样吼，它就是一个无感的教会，无任何感觉的教会啦吼。啊，是一个冷淡的教会，是主无法忍受的教会吼。那我们知道，爱的相反词不是恨的话，那是什么？爱的相反词不是恨的话，那就是冷淡。对，爱的相反词是冷淡。冷淡的教会就等于是没有爱的教会。好，但是主期待每一个教会都充满热情，充满爱。他不要教会不冷又不热，他至少你冷也好，热也好，要有温度，要有温度。好，这是主好对老底嘉教会也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强烈的期待跟盼望。好，希望说主希望说他们有温度。不要像温水一样不冷也不热。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说要怎么样？吐出来，好，被救因吐出来，这样我要把他们吐出去。啊，吐就是呕吐的意思。是为什么会有呕吐？为什么会呕吐？吃坏东西，对不对？有坏东西在肚子里面，身体很难受，就会把它吐出来。好，所以老底嘉教会的不冷不热，让主觉得非常的难受，想要把他们吐出来。所以啊，上帝其实也是要我们怎样？不可以不冷不热，他盼望他期待我们一样能够火热起来。那为什么他们会让主说成这样？好，他们表现到底如何？我们来看他们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他说：“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讲我是好野人，我已经发财啊，我拢无欠亏。”意思是什么？他们感觉自己的物质生活很丰盛、很富足，没有欠缺，他们很满足，而且也很满意，也满意。所以呢，这么满意又满足，自己好好享受就好啦，根本就不用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他们是这样想的。好，那这样的信仰好不好？非常不好。因为呢，他们只看重今生，只看重财富地位，只看重肉体的享受。他们所看重的，既然都已经得到了，理所当然就怎样，不会再努力打拼了，只要好好享受就好了，不是吗？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但是真的不是这样因为这样说起来，他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像活的死人一样，是很自私的自己好就好，都不管别人。主怎么样说他们？很重要主说：“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悲惨可怜，你其实是贫穷、瞎眼又赤身露体的。你其实真困苦，你很可怜的，你是送向痴迷疼体的人。”所以老底嘉教会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只看到自己的物质丰富，没有发现自己在精神上面、在信仰上面是悲惨可怜、贫穷、瞎眼又赤身露体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只看见世上的一切，看不到将来的属天的盼望跟福气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努力的动机跟目标，他们不会去想如何爱上帝、爱人，更不会有任何的行动。这样的信仰呢，就是什么？不冷不热的信仰。我现在很努力在活着，
好，为什么？哦，当然，标准答案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就是要荣耀上帝。好，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好，我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看我现在几岁？看不出来对不对？因为我秃头了，容易影响。我其实很年轻。好，我是58岁，其实已经很老了啦，我知道我58岁。我的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希望我的寿命跟我的健康等长。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不要7、8年都卧床，我希望2礼拜就死去。这样所以我很努力让自己很健康。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现在太胖了。我必须要再减个15公斤，才可以符合我的标准体重。这样3、4年前我警觉到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健康，所以我那个时候是105公斤。在疫情的期间，还没疫情就开始减了，然后我慢慢减，然后减到90公斤、80公斤、75公斤、70公斤，到后来到最佳状态是65公斤。然后呢，现在呢又渐渐的胖回来，变成70公斤、75公斤、80公斤。所以呢，我现在有80公斤的体重，实在是非常吓人那个已经是超标的体重了所以至少我要到73公斤才是标准的然后66.5公斤是最适合的最适合对身体最没有负担的这样好，我有点血糖高，就是这样因为我是甜食控但是现在都不敢吃了现在不敢吃了，为了能够达到我寿命跟健康等长的目标，这样所以我很努力所以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目标的时候，都很满足了，就会跟老底下教会一样，你就躺着就好了就泡在那个按摩浴缸就好了，不是吗？不是吗？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冷淡的人冷淡的人，因为呢，他们就得到了温水病拉伦修病啦，就泡在一个很安逸舒适的按摩浴缸里面，什么都不管，只管享受。他们不知道说这是一种病，这是一种病，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了解说这个病呢是很严重又要人的命的一种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病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到后来他们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很严厉的审判。那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很多教会包括很多信徒都得到了温水病，就是满足于现况，然后感觉很享受。当然我们来教会就是要享受，没有错，享受在这个团契爱的关系里面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不冷不热，不愿意去追求，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才可以。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我们肉体的需要有些人来教会只知道要享受，不愿意改变，只想要得到，不想要付出，就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很好的享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这样是不够的不知道你觉得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教会跟老底嘉教会有几分的相像，有几分的相像。所以呢，我们要火热起来，我们要火热起来上帝要我们不要像老底嘉教会一样他期待盼望我们能够火热起来，就像今天保罗所说的，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论温困唔通贫惰，论心志就热热，论主就服塞。老底嘉教会的不冷不热，其实就是一种懒惰啦，就是懒惰 lazy， 就是贫惰所以懒惰是什么？不是指灵性方面的散漫，也包括我们在实践基督信仰的时候的那个冷淡跟不够积极。那我要讲的是，懒惰会让我们失去天国的机会，就像10个童女的比喻一样他们没有准备，想说不用等那么久，然后那个也没有去准备那个备用的那个油，对不对？它其实是一种懒惰他们就因为这样在门外咬牙切齿，不能进天国了所以保罗透过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不要懒惰，不要不冷不热，要怎样？要殷勤要殷勤不可懒惰，要专注在上帝国的事工，
好，不要躺着，要站起来，不要打盹，要警醒。好，所以我现在呢，能够站的时候就不会坐，能够走的时候就不会站，能够跑的时候就不会走。好，这是我目前的状况。就是要警醒，好，要掌握时机，付出行动，尽心尽力遵守上帝的旨意，完成他交托给我们的责任跟大使命。好，那要完成这个使命责任，第一要件就是要先有火热的心了，哈，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火热起来了，有热忱了，我们就可以殷勤做工来服侍主，好，而且那个你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好，煮爱餐，我们有煮爱餐吗？好，如果你有爱心在里面，那个爱餐就会煮得超级好吃，吼。所以呢，有心或无心，心有没有火热，对我们服事的效果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吼。另外我要讲的是，他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吼，要常常服事主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吼。常常服事主，这个主呢，是我们心里火热跟殷勤的对象。我们服事的目标是服事主，而不是我们自己。那个动机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牧会在教会里面牧会了10多年，我会觉得我们做出来的事情都一样，但是呢，当你动机不同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有些遗憾，或感觉很欣慰等等的不同。好，因为譬如说都在献诗服事，好，都在敲棒钟，那个不是棒钟吧？你们叫做棒钟摇，打鼓吧？哈，你们有锵那个棒钟吗？有哈，我们教会也有这样哈。好，那个服事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哈。虽然我们都在敲，可是你的心到底在服事自己还是服事主？好，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上帝都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好，有些人是在参与在服事的对象，很火热，很有热情，动机错了。有些人是出于自己的自私。你觉得有在教会有什么利益好图谋的？有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啊，这个比较难想象。这个利益啦，benefit 这个利益，譬如想要得到别人的赞美，也是一种利益吧。想要证明自己有才能，也是一种利益吧。想要得到成就感，或许也是对你是好的。或者有些人只是来刷存在感的，他就站出来服事了。这很多，我觉得这些动机都是不好的。好像你参与在服事主的事工，可是呢，你其实在服事自己，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是鉴察我们人心的一位上帝。我们如果内心火热，我们必须是要出于爱上帝以及追求上帝的荣耀的目的。我们这个是要讲的。另外呢，我们要将服事的重点放在主最关心、最注重的事情上面。刚讲了，主是我们的 Lord， 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要遵照他的意思跟命令来行，这个才是服事最重要的意义。就像教会公报社一样，他们是用文字，各样的文字来传道，那他们就找到了，他们就知道这是照主的旨意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主的旨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教会就是为了传福音、广传福音的缘故存在的。为什么我们要创立关怀据点？不是要让自己享受的，而是要去找外面的人来进到教会的。然后进到教会之后，不是只进到教会，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2-3年之后，因为我们明年要准备转小组，如果小组成功之后，我们才会做这个事情。就是成立关怀协会，然后做关怀据点，还有接一些政府的案子，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然后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要成为那个灯塔，成为那个发亮的灯塔，把福音广传。这其实也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他的心意啦。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就是要完成他的使命来做。所以呢，
我们既然感受到上帝这样的爱，好，也知道说他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就要懂得去回馈，好，用感恩的心来回馈。我们就是要照他的期待，用火热的心、殷勤来服侍主。我们就不能够再舒适的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享受属世的快乐，不冷也不热，对主冷淡。好，那我们也看到主是充满热情的主，我们要学像他，甘愿为了救赎我们牺牲自己的性命。他的牺牲就是他的热情最极致的表现。好，保罗也一样。好，既然我们领受到这么样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其实也要用相同的热情，用火热的心来回应这份爱。好，要用这样的领受到这样的爱呢，来服侍主，然后呢，怎样也越来越爱主，越来越爱主。好，所以希望我们的服侍，结论，希望我们的服侍呢，充满 passion 热情。能够像百香果一样，香气十足，滋味丰富，然后得到主的悦纳与欢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自己的性命。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要学习越来越爱你，也乐意成为你的奴仆，为你做工，用火热的心殷勤来服侍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来吟圣诗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大家起立来唱全首。我
请坐。就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侍奉的职事来侍奉。这是他大家起立，咱来念奉献的诗。即是请大家原起来，咱要用信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来上音煞，咱要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咱来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面正人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报告。伫报告内先吼，我想要先来介绍有2位兄弟来到甲咱教会，甲咱做伙学罗敬拜的兄弟吼。第一位是陈炳煌，陈先生，可以吗？感谢吼是伫沙点波来吼，应该是在三重埔教会，还是？原来是倒一个。哦，是哦，哦，那我们热烈鼓掌欢迎哦。好，欢迎感谢哈。嘿，那过来是这个林彦廷林先生哈，他是从台北市南港区这边过来，林先生可以麻烦。也欢迎你哈。
真欢迎来港教会咱郑州主会来谢谢。然后咱来开始来报告吼，咱下周吼要轮值的执事吼，请恁大家来注意来注意吼。啊，过来咱再今日的报告吼，简单来做一个报告。第一项吼，咱本日吼礼拜后吼，有人有小组的分享吼，咱即礼拜要分享的是新眼光读经吼，希伯来书的第11章，咱要看到从第8节看到第12节。咱今日真感谢咱寇牧师吼，真感谢寇牧师吼，代表那个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来到本会吼，正道跟报告吼。请兄弟吼为着咱广播社福音事工来代祷甲奉献。过来咱本日下晡吼，1点吼，咱夫妻团契吼，夫妻及妇女团契吼，有做一个那个手工艺，就是叠补巴克的那个卡夹吼。若有报名兄弟吼，请准时吼来参加。本会吼有伫8月初4吼，礼拜日咱礼拜完吼，下晡1点30分，要伫建新教会吼举办身体礼拜耍身体急转弯的趣味活动运动会。我们去年有参加的吼，我想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很好玩吼，咱来小组的阵吼来先运动一下吼。希望大家吼，因为要准备一寡点心的物件吼，所以阮该事先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参加。所以请大家先回应吼，未报名的，咱后边有表码单吼，希望在7月21号之前能够在这边报名吼。好，抱歉，是线上报名是吧？线上有连结，在后面有了吼。OK， 线上报名。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追加报告一下，等一下就说，等一下咱礼拜完吼，我讲教会咱有一个群组，就是赖的群组吼。因为那个群组的话，咱顶礼拜中集会有讲吼，想要把这个群组吼强化讲伊个关怀甲这个一寡回应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所谓中心教会的一个官方群组所以说吼，小等下咱教会青年吼，会对这个部分安怎去设定吼，也做一个说明。接下来的话，我们请那个泽博执事哈，就今天我们在小组里面会读到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经文的部分，他这边做一些分享。我们这礼拜是那个希伯来书的11章跟12章哦。那11章的部分上礼拜有稍微讲到，就是他那个讲到信心哦，这个主题。那接下来他就是提到一连串的那个，我把它称为说这是那个信心的名人堂哦，因为他那个但是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还是把大部分的篇幅着重在那个他们的最看重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然后后面的就是都很简单的带过。那但是这个信心的功课，我相信是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哦。就是在那个我们在新眼光里面也有写到很多很不错的那个分享经验分享。那个12章的部分就是那个他讲说我们对，其实他就是说对这个犹太基督徒来说，这我们虽然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他是那个他们犹太人的祖先因的祖先因的他们曾经在旧约都那个认识的这些人，那这个作者就勉励我们这些信徒说你们这些祖先都在终点等你们他们虽然还没得着应许，但是他们都在终点等你们，要与你们一同得着基业得着奖赏所以你们真的不要轻易的离开你们要跟他们一同得着这样才可以完全但是其实他还接下来这一节又讲到说那个但是你除了效法祖先以外，你还要最重要是要效法耶稣就是耶稣是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他是在起点建立我们信心，但是他现在在终点迎接我们等我们
要冲过这个终点线然后那个之后就讲到那个管教的部分哦，就是说那个作者他认为说，教会面临那个罗马政府的这些有一些那个算是迫害，或是还有来自那个犹太教哦，也是会有一些对他们的干涉哦，对这群基督徒。那所以他说有一些管教，那个作者是把它定义为管教啊。那然后就说你经历过这些，有一些那个所谓的苦难，那你之后那个会结出那个更多的果子哦，就是那个你那个信心持守住的话。那然后他再一次就勉励这顺便一提，就是说到12章、13章我们之后的他那个作者的对那个就是几乎都是劝勉勉励的这个的论述比较多那他就继续在讲到说那个律法跟恩典的比较他就用那个旧约的那个我们有关那个摩西那时候的那个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讲到西乃山，那新约这边就是讲到锡安山用一些那个象征性的符号做对比，然后再一次提醒我们圣徒说你看真的是有差就是两边，一边他那个描述，一边是就是很严厉然后有很多让人害怕。那但是在新约新的这个恩典时代，它就是会有这个有很不错很多那种讲到就是你的祖先你的天使，还有最重要是有耶稣在那边那所以就是他这样做完比较，就是再一次的，就是加强这个动机那然后又回到再来又回到那个信徒就是要过这个教会生活。那他的重点是讲到3点讲到说要和睦，追求和睦，然后追求圣洁就是要分别为圣，然后要谨慎就是谨慎，有人要那个一样是当时的一些就是防范一些算是可能跟一些价值观会来那个使教会成为一些那个受到影响、受到亏损这样子。好，那先简单分享，谢谢。我们谢谢泽博执事的分享接下来的话就刚才看到我报告的咱教会要有新的一个咱教会的一个群组在现在教学之前我们很谢谢这次我们青年那个义兴这边他这东群组他整个的去做策划因为这种很多东西的话也是让年轻人帮我们做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请大家把手机先杀出来好不好？咱准备任君这边的话会教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加入这个群组。那我们旧的群组的话，我们看转换哪些大概哪些没需要，也是旧的群组退出来。那这个东西从旧的群组退出来的话，它基本上的话是自由了但是以后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官方群组的话，我们会以这个群组为主。但现在请任君这边帮我们做教学。好，那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先教大家，如果就是旧的群组如果需要退出的话，我们会先教学怎么退出。然后退出完之后，我们再教大家怎么加入新的官方的群组，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没有需要退出的话，前面可以先休息一下。好，那如果需要退出的话，我们先进到我们的 LINE， 然后找到那个就是中心教会中心回应什么什么代祷的那个名字，对，
衷心回应诗歌灵修代表的这边群组。假如有听不懂的话，可以举手。我们 OK 青年这边尽量能够帮这边一些比较年长者做一个帮忙，麻烦。好，对，如果需要退出的话，请说。如果没有要退出的话，现在就不用动。那如果有人需要退出的话，那就现在先跟着我们的，对，好，我们先教退出哈。好，那要退出的人，我们先进到这里之后，右上角有3条线 ，OK， 3条线点进去之后，会有一个退出可以按 ，OK 哈。如果需要退出的话，这边按退出就可以退出了 ，OK。然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确定要退出，之后就按了一个红色的，就会确定退出。OK， 啊，如果没有不需要退出或者是想要留着的人，那这边这个步骤就可以不用按，没关系。OK 哈，这边应该比较简单。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教大家怎么加入新的官方的群组哦。我们先到那个手机，大家那个就是在手机的页面的最左下，就是最下面这一排，应该会有很多个可以按，对不对？最下面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吗？对，按到主页，我的是英文。对，左下角应该有个主页可以按，有没有看到？主页，按到主页之后，右上角应该会有一个这个长得像这样子正方形的框框，中间有一条线的，有找到吗？有找到吗？按了之后应该会有镜头出现，对不对？对，没错，按了之后应该会有镜头出现，大家有镜头了吗？有，好，那注意哦，下一页来咯。好，按错了。好，大家请扫这个绿色的。对，扫完之后应该会有人，有吗？按下去。Android， 我想一下，我的是，我看你换的是，等一下，等一下，奇怪，我看一下啊，我帮你试一下。有。然后等一下啊，我帮你按加入。好，你就有了。好，那个，如果你的手机不是 iPhone 的话，你扫了之后，应该手机荧幕的上面可能会跳出来一个东西，有吗？相机，关灯的下去。等一下。扫进去之后是跟你还是？好。等一下。现在他扫出来之后是更新还是？不是更新。扫完之后上面会跳一个。有。不是。等一下。不是按那个，是扫完应该会跳一个东西下来，这个连接才对。关灯了。给爸爸。不会弄。这个好像有点少。
问专家，问专家。正面有没有？如果正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很好啊。我很好。日文。好啊，对了，你们有日文班。我是鬼。可以。我民学教会，不用来，只有老师就好了。没学啊，还有空来。这个我这个呢。搞。这是不是要重新开机？我袂晓讲你，这一摆有照出来黑黑的这。什么？有无？有啊。你迄落我嘛无。站起来。对，正面一点比较好。喂，如果你的手机还如果你的手机还不行的话，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可以用邀请的方式把你加进去 ，OK？ 所以说有一些手机可能扫不到的话，没关系，你等一下再去找你周围的人，跟他说，可以帮我邀请一下吗？然后帮你邀请进去，所以说如果现在你的手机扫不到的话，不用紧张，没有关系，如果现在扫不进去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可以用邀请的方式。很多人已经退出代表了，或者是你就传到妇女团契跟各个团契的群组。我们有弄一个邀请的连结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把连结发到各个团契去。所以说，可能妇女团契啊、夫妇团契，你们等一下的群组里面。也可以拿到那个加入的连结，所以现在扫不进去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这弄到妇女团体、OK， 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也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再帮你弄等一下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来找我OK， 好。那我讲没关系，那个大家我想都很热情的想加入这个群组那不会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后的话，我们那个青年这边会协助那咱今日礼拜要到家，所以咱今晚请大家安静，咱个坐来咱别倒来闭会。咱这时会当起立来互相道平安，咱要行平安礼，来起立来到平安礼。